金鐘，聽個名就知佢又忙又受歡迎啦。每日無論係去中環嘅上班一族，抑或去銅鑼灣、尖沙咀 shopping 嘅朋友，港島線轉荃灣線，荃灣線轉港島線，日日係咁轉係咁轉，總要嚟一嚟金鐘。到時南港島線通車，金鐘站仲會變身，轉個新屋同大家見面添啊！響鐵路2.0藍圖入面，未來嘅金鐘站喺擴建後將會服務埋南港島線同沙中線，成為4條線嘅大型轉車站，勁 like 啊！唔知擴建後嘅金鐘站有幾大有幾勁呢？擴建後嘅金鐘站總建築面積會增加超過1倍，至65,000平方米。南港島線通車時，站內仲會增加咗17條扶手電梯同埋5部升降機，方便乘客來往不同嘅樓層，乘搭不同嘅鐵路線。擴建完成後嘅大型金鐘站有唔同路線嘅月台，分別係現有嘅荃灣線同港島線，仲有未來沙中線嘅月台，同埋位於車站最底層嘅南港島線月台。港鐵每條鐵路線都有唔同嘅顏色，港島線係藍色，荃灣線係紅色，而即將投入服務嘅南港島線就係青綠色。我哋又用咗呢個鐵路顏色嘅概念，特別設計咗一系列大型嘅標示，張貼喺車站唔同嘅位置。當南港島線嘅乘客到達金鐘站嘅月台，佢哋只要搭扶手電梯上一層，然後跟住呢啲咁大型顯眼嘅紅色同埋藍色嘅指示向前行。使用呢3條扶手電梯，就可以去到現有嘅港島線往堅尼地城方向，同埋荃灣線往荃灣方向嘅月台。如果要搭港島線去柴灣站，或者荃灣線去中環，同現有嘅安排一樣，要上多一層。同樣地，如果要搭南港島線，只要跟住青綠色嘅指示就可以㗎啦。南港島線開通初期，我哋亦會加派人手喺車站唔同嘅月台層協助乘客嘅。另外，南港島線通車之後，金鐘站會增加多一條無障礙通道，有需要嘅乘客，尤其係輪椅人士，可以用位於樂禮街嘅新升降機到達擴建咗車站大堂。全新面貌嘅金鐘站已經準備就緒啦，你哋係咪好期待呢？